新做的指甲，好看吗？主要是明珠姐的手好看。那这些杯子你帮我洗一下。又是那个韩雨熙的朋友。哎，雨熙呢？她换班了吗？韩雨熙啊，这女人把店里搞得乌烟瘴气，早就被开掉了。啊，雨熙出事了吗？你到底点不点东西啊？不好意思，有病。雨熙已经好久没有来画画了，信息也不回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，我已经厌倦了，只有你会这么说。谢谢你，君柔。雨熙，你到底怎么了？